也若气候反常，即马澳洲东北部是爆发几10年来上界严重的水灾，沿海的城市即马拢变作孤岛，甚至有哭泣，雨水冲到路边。另外一边，即马伫中国嘛有强烈冷气团，连瓦较南边的广东拢在落雪。He's looking at you. Oh, he's having a whale of a time. 透强风落大雨，这几天侵袭澳洲东北部沿海城镇，有酷鱼趁雨水涨悬走起来路的佚佗，引起不少居民关心。一只2.8公尺长的酷鱼，伫蔡楼的水内，那亲像伫冲泳，头一直冲出来。昆士兰当局烦恼伊会走来主题区攻击人，派野生动物专家来抓，因先用锁啊将酷鱼的喙吐掉的，无真久。再将一直令的酷鱼拖进花，所以一个人赶紧将酷鱼头摘掉的，一个人用徛咧姿势将尾饲掉的，再将酷鱼装入箱啊送去庇护所。毋若酷鱼出来互人惊，澳洲滨海城市凯恩斯差不多被大水包围，也有小城镇对外交通拢长期变作孤岛，出现水淹病院变翻掉伫厝顶的情形。当局拜已紧急派直升机救援，搁特别关心行动不方便的老人。I'll give you a hand to get you out of here, okay?伫这当时极端天气也伫中国发威，今年入冬以来上强寒流顶礼拜到位，北京路面暴雪过了后规个结冰，民众赶紧驾驶签掉。拜二的温度也是伫零下15.5度，挖进历史的极点，伫路行的人大家风甲888。温度的话，确实比去年同期是要冷了很多，对，还好，整体感觉还好。多穿一点，在路上比较冻手。 18开始受到新一波冷空气的影响，安徽、江苏这些所在落大雪，连南部广东嘛罕见落雪。气象单位预估，这礼拜大陆北部、内蒙古，也有中港流域部分地区温度也是会偏低。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